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圣诞蛋糕，你可以把你的表圣诞节当天，这使人想起典型的我们的香茶奶酪卷和我们的西西里卡萨塔的口味，因为我们将与所有的常规用于这些其他甜食成分的东西一般。这里是成分。潘多拉或蛋糕的味道。逻辑上，如果我们使用的蛋糕将投入奶油少蜜饯，加入500克新鲜乳清，9丙烯11点水，70克蜜饯，有70克蜜枣樱桃，70克黑巧克力，150克糖粉结冰。此外，在面团加少许香草味的液体，以提供一个更细腻的口感。让我们准备我们的甜蜜。取一个大碗，把500克新鲜乳清和糖粉拌匀在一起，直到泡沫。现在添加香草味，这将使奶酪更细腻的味道。我们继续搅拌。现在乳清已经变得足够软，以遂添加剩余的成分之一。蜜饯的所有颜色和巧克力，我们在小筷子前下调。还是把所有的成分形成一个美味的奶油鱼，我们将填补我们的圣诞树。我们打算把我们的化合物在冰箱中约1小时，盖上保鲜膜。而双掌握在冰箱，让我们削减潘多拉片相当有规律。看看这形成漂亮的小星星。有了这些，我们将让我们的小树上通常情况下，你从来不使用整个潘多拉，它会用约1半或3/4。我们切另一片，然后我们持有的基地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去弥补我们的甜蜜。我们采取从冰箱和潘多拉的基础中给一点支持的甜白酒洗澡与浅。我们用它来软化油点、面团、潘多拉。
现在我们转到构成树的各层与凝乳混合物。我们必须尽量保持飞机不够直不失衡的甜蜜。我们添加其他层交替相对于我们的基本的明星和技巧等所有层，直到最后一点点小的数在那里。然后我们要去把我们的樱桃各阶层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打算把蛋糕的最后部分并给予糖粉除尘在树的顶部。我们削减我们的蜜饯樱桃一半，所以我会说这是不够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甜美的人都知道出具雏形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将安排在树上的各个位的樱桃，直到你完成所有的甜蜜使之活泼开朗。这是我们的圣诞树，为了大家，谁跟我同情？祝愿圣诞快乐2015！你好下。